你份糧包咗你返工嗰8個鐘，但你搭車嗰40分鐘，煲劇嗰1個鐘，等朋友嗰15分鐘，有冇諗過呢啲時間都可以有錢收？依家接不接平台有個玩法叫接 B， 只要你係專享用戶身份，你所邀請註冊嘅親友，嗰個親友就係你嘅接 B， 之後佢喺平台買賣時間，平台都會額外獎勵2%俾你。例如 Jason 喺平台揾人教影相，俾咗1000蚊，你咩都冇做，直接就袋20蚊，就好似你邀請你個 friend 入一個外賣平台，每次佢嗌外賣，你都有平台俾嘅優惠券一樣。但係呢個平台仲癲，唔係俾優惠券，係直接俾獎金你，仲要係無限次。只要你嘅接 B 不斷喺平台買賣時間，你都有得收。如果你有10個接 B， 而佢哋每單交易都係1000蚊，你就袋200蚊。50個你就袋1000蚊，有冇諗過唔使成本都可以有收入，仲好過收租，因為唔使煩，仲唔快啲打開個 app， 將邀請碼或 link 分享俾5個親友，1分鐘就搞掂。你嘅時間唔止一種用途，仲唔快啲去邀請？